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升龍區應聲彈出啊，中間紅眼罩嘅馬有翠紅啦，外邊藍衫騎馬上幸運有你啊，出邊位置就維港智能最出輕馳千里啊，內欄大約5、6位，6、3啊天天同樂啊，中檔第7位黃衫啊魔術控制啦，內欄第8位嘅馬仲有勁進輝煌啊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先見到有愛心得勇敢巨星暫時大墮後係小霸王嚟㗎，向住呢個600米段處進發啦，維港智能呢就貼到難放㗎啦，外邊有輕馳千里啊，第3位嘅馬埋邊呢有升龍區啦，出邊藍衫第4位就幸運有你啊，中間第5魔術控制內欄6、3第6位天天同樂啊，紅衫第7位嘅馬仲有翠紅啊，後邊嘅4匹馬內欄尾4係勁進輝煌啊，白衫尾3掟大愛當有愛心得啊，後邊2匹勇敢巨星同埋小霸王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維港智能仲有半個馬優勢啊，外邊輕馳千里追緊佢，最出嗰邊仲有呢隻就幸運有你，內欄傳上嚟啊天天同樂啊，最後100米到輕馳千里中間佔先，外邊幸運有你追緊佢，呢個時候翠紅喺外邊撻着咗，最後50米到幸運有你佔先，翠紅外邊冚上嚟要影相啊，終點嗰步睇個去勢，嗰隻翠紅撻着咗，啱啱係咪合咗落去呢？中間藍衫1號係幸運有你，埋邊輕馳千里就跑第3，第4名天天同樂。肉眼睇就真係隻翠紅啊，頂住入邊嗰隻幸運有你喎，第3名輕馳千里，第4天天同樂。網絡就係啦，林